生命的救恩，你的双手扶持软弱，使我刚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是我们永活的救证。哦，哈利路亚！你是信是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哈利路亚！你是信是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恩典之路。好，我们华语礼拜在1分钟后开始，手机请关静音或关机。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开心。我们今天在星期日的早晨，今天虽然我们人不多，但我们依然要用心的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唱我们的第一首歌《我不要》，我们一起来拍手。不可以是最棒的借口，心事常填塞生活的细琐。你的爱常被我抛脑后，求你怜悯我。平顺可以是最大的阴谋，一不小心就跟着世界走。你的话总被我摆最后，求你赦免我。我不要翻书般的做作，我不要无意识的歌颂。我不要只在某些时候才想起自己为谁而活。我不要爱你只在口头，我不要假装没有软弱。我只想真实被你触摸，求你更新我。求主真实的触摸我们每一个人，主求你更新我们。一起从头来唱。忙碌可以是最棒的借口，心事常填塞生活的细琐。你的爱常被我抛脑后，求你怜悯我。平顺可以是最大的阴谋，一不小心就跟着世界走。你的话总被我摆最后，求你赦免我。我不要翻书般的做作，我不要无意识的歌颂，我不要只在某些时候才想起自己为谁而活。我不要爱你只在口头，我不要假装没有软弱。我只想真实被你触摸，求你更新我。就算是我走错，你也不放手。
就算我忘记你，你也记得我。我不要翻书般的做作，我不要无意识的歌颂，我不要只在某些时候才想起自己为谁而活。我不要害你只在口头，我不要假装没有软弱，我只想真实被你触摸。求你更新我，不要忘记你的选召。我不要忘记你的选召，我不要只在为难祷告，我只想真心被你抓牢，淡淡的信靠。感谢主，我们要紧紧的将你抓牢，我们要单单的信靠你。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我们一起从头来唱。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主，我们要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我们一起从头来唱。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主，我们要住在你的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主温柔的圣灵，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
你是我心的满足。主慈爱的真理，你荣光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主，在你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献上敬拜。主慈爱的真理，你荣光照向我，你荣光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我行走时成为我道路，在我行走时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在我行走时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在我行走时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在我行走时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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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感谢主引领我们到你的面前。主，在你呼召我们的地方，我们要献上敬拜。无论我们遭遇到何事，我们依然扬声歌唱，因为我们知道主你永远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再次感谢主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将我们接下来的礼拜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运行在这边。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 ，Amen。请我们一来站立，我们来攻读新的诫命，请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接下来奉献，我们请服侍的同工。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祷告。感谢主引领我们到你面前，让我们在今日能够聆听主你的话语。主也求你看顾我们。主在你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全心来敬拜你，也愿意接受你的呼召。在这服事当中有信心。我们献上奉上一点金钱作为圣工之用。也要用你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报告，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的周报。好，我们的公祷就是教会意向是成全众圣徒，万民皆祭司。那我们也希望主赐给我们有勇气面对呼召，让我们有信心顺服呼召，也让我们用敬虔和顺服来回应呼召。那这边也为了一些肢体来祷告，和下周的长职改选以及中东紧张局势不断升温来祷告。这边是我们公祷事项。那我们再来一起来看教会消息的部分。第一点是本主日圣歌队他们前往新竹新丰教会举行圣乐布道。那义节牧师和干事有一同前往。那愿主保守出入平安，荣神益人。那第二点，10月5号下午4点会召开小会，请小会员留意。第三点，下主日是禾堂礼拜，那会举行本年度第5次的圣礼典，要受洗兼信礼或涉及于本会之兄姐请向牧师报名。那我们下礼拜后呢，我们就会马上召开临时会员的合会，那我们是要来做长职的改选。即在人在的会员名单，还有长职候选名单，还有小会推荐的名单，都已张贴在公布栏。那名单若有漏刊或误刊的，请你向小会更正。当天如果不克出席之在籍会员，请务必向小会请假。第4点，2024年第4季10到12月的新眼光读经手册已经送达，那我们可以到1楼的招待桌自由索取。那第5点，那个服事排班表也张贴在公布栏和各团契的赖群组，需要纸本的兄姐请到1楼的招待桌自由索取。第6点，那个圣经公会也有提供2025年的随身记事小册，也是在招待桌可以自由做取用。第7点，8月份财务的报表已经刊登在公布栏，那我们再自行参阅。那团契消息。10月4号早上9点半，松联团契
会参加北中松年部庆祝重阳节的感恩礼拜，地点在蒙甲教会。奉献明细，请我们自己来看。圣经今天的圣经记在耶利米书1章2到10节。耶利米书1章2到10节，我来读。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实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神的话读到这边，接下来正道，我们请知美牧师，他的题目是回应呼召。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才刚读完历代志，好，才刚读完历代志。那对于南国犹大最后的那一些情况啊，大家或许还有些印象。在上个主日，一节牧师有特别提到犹大最后一位好王，大家还记得是谁吗？好，约西亚。好，约西亚是犹大最后一个好王。虽然呢，约西亚有一个相当令人伤脑筋的父母，但是他在8岁做王的时候，就能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还有印象吗？赶快把那个回来哈！16岁就能够懂得凡事寻求上帝的心意。到了20岁，也就是青少期，就是要转成年的这段时间呢，他就励精图治、雷厉风行的展开宗教改革运动。好，他带动了一波又一波属灵复兴的浪潮，一直到他26岁。有提到他发现了律法书，那这个律法书是上帝对他过去所做的一切肯定跟鼓励。好，今天的经文第2节、第3节，我们一起来看。第2节、第3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好，2、3节就好了。好，请。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哇，这一连串这2节好多人名，对不对？好，我们但是从这2节的经文，第2节、第3节，我们就会发现，它已经概括了整个南国犹大最后那令人不堪的光景。我们来看一下，请子爱放放这一页。刚才呢，我们在耶利米书第2节、第3节呢，其实就在讲这一幅图。约西亚在位的时候，刚才讲到属灵复兴，他带动了一波属灵复兴的浪潮。可是呢，当约西亚过世之后，他走了以后呢，蓝色的箭头往下，绿色的中间这一条呢，就是南国犹大的王，最后的几个王。在耶利米书谈到了约西亚、约雅敬跟西底家，但是在约西亚跟约雅敬中间还有个约哈斯，还有一个小小白白的约哈斯，因为他做王才3个月而已。到了约雅敬的时候呢，埃及成为南国犹大的宗主国，相对来讲，南国犹大就是成为埃及的藩属国，意思是他们要向他进贡，犹大要向埃及进贡，向他臣服，要送礼物给埃及，以取得就好像保护费的意思。
好，就是约雅敬呢要向埃及送保护费，然后呢他们可以得到一部分的保障。接下来呢，到了约雅敬之后，还有一个约雅斤，是我们耶利米书没有提的，因为就是也是他当王也才3个月而已，就是省略。好，到了西底家，从约雅敬到西底家的中间呢，我们会发现国际局势整个已经有些变化了。好，在约雅敬在位的时候呢，首先埃及成为他的宗属国，可是没多久呢，换成巴比伦，新兴的一个国家巴比伦成为一个新势力，取代了埃及，成为南国犹大的宗属国。所以呢，主人换人了。在约雅敬的这个时候呢，主人换人了，从埃及换成巴比伦。好，这个图。那可是呢，约雅敬嘛，因为一开始是抱埃及的大腿的，可是后来主人换人换成巴比伦，他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的。好，他不想抱巴比伦的大腿，于是呢，他又回头去抱埃及的大腿。于是约雅敬背叛了巴比伦。那接下来的西底家也背叛了巴比伦。这个巴比伦受得了吗？当然受不了，他当然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于是巴比伦从约雅敬到西底家这2个王在位的期间呢，对南国犹大进行了报复剿灭，然后把他们人通通都给他掳到巴比伦去，然后又毁坏圣殿。好，所以整个刚刚第2节、第3节讲的整个历史背景是这个样子的。那这跟我们刚刚一开始在回顾约西亚，上个主日我们才谈到约西亚的属灵复兴、宗教改革多么的激励人心啊！怎么忽然好像过了1个礼拜，整个光景都不一样了？这个跟我们回顾约西亚的那段过去的叙述大相径庭。经文暗示了，在整个这一页 PPT 里面，这整个过程、整个历史过程都是耶利米他一生呼召、领受呼召、回应呼召，都是耶利米一生服事的过程。从他经历了约西亚到约雅敬到西底家，我们知道，从这样我们会知道，其实耶利米他的一生是他所面临的挫折跟挫败，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上帝的话第一次临到耶利米的时候，是约西亚他做王13年，第13年的时候，也就是约西亚21岁的时候，那也正是他们宗教改革、属灵复兴运动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我们晓得要改革不那么简单，改革就像冰山一角啊，冰山就在上面，海面上我们看得到，可是海面下的那些整个冰山的整个基座、底座多么的庞大，我们是表面上是看不到的。在改革的过程，一定会经历许多的阻力，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一些阴暗面，在台面下还是不断的一直在流窜。否则怎么会从约西亚到约雅敬，马上整个都不见了？整个属灵复兴的浪潮，整个好像空气一样，就忽然昙花一现，忽然就消失了。接着我们看到约雅敬、西底家，上帝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耶利米一生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约雅敬是埃及所立的王，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埃及已经掌控了整个耶路撒冷、整个巴勒斯坦的地区。最近中东在打来打去嘛，其实不是最近了，中东一直都在打来打去，对不对哈？所以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不管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还是以色列跟那个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都一直发生在这个区域。在当时，埃及他掌管了这个区域，在约雅敬刚开始做王不多久的这个时候，所以约雅敬是埃及立的王。那这个约雅敬他就自然而然、理所当然认为，我就是靠埃及。但是他忘记了他是上帝的选民，他忘了他要靠上帝。像刚才我们一开始在敬拜赞美的第一首歌，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极难的时候才知道要靠上帝。但是以约雅敬的例子，他在极难的时候，他也不懂得靠上帝，所以你可以知道约雅敬是多么让人感到切心的一个王啊！
之后呢，刚刚有讲到国际势力的转换，换了巴比伦成为掌控巴勒斯坦那一带的宗主国。约雅敬他想继续抱埃及大腿嘛，然后就背叛巴比伦呢，惨遭巴比伦报复，整个犹大、耶路撒冷、整个巴勒斯坦的整个犹大地的精英分子，通通被掳到巴比伦。今天我们教会如果被谁报复的时候，牧师第一个被抓走，然后长老第二个被抓走，再来执事第三个被抓走，就是这个意思，把你们教会整个掏空，什么都没有。好，一直到西底家依然不听先知耶利米的劝告，因为耶利米那时候劝他们什么呢？投降吧，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因为上帝就是定义要你们成为他们的俘虏。上帝就是要定义毁灭，因为你们怎么说都是不听，怎么讲都不听，因此呢，就是最后就是灭亡，圣殿就被毁。从这个大时代的背景发现，耶利米一生的奉献一点都不光彩，拿不出任何好看的成绩，完全没有什么成绩好展现的。那我们呢？我们是因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有圣灵的感动，我们才回应上帝的呼召，受洗成为基督徒。我们一个人的受洗绝对不是像拉保险，或者是业务员在那边拉，哎，你要不要受洗啊？受洗可以给你一些奖励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给你一些好处啊，什么什么的，不是哎。洗礼、受洗这件事不是在推销，是圣灵。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我们也没办法呼求，我们也没办法承认天父是我们的主。所以当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让我们能够愿意成为一位基督徒，用洗礼这件事情来回应上帝的呼召的时候呢，然后在受洗的时候有立约嘛，我们每次在台前跟上帝立约的最后一点，我们都会说，我愿意尽心、尽性、尽力侍奉我们的上帝，尽信徒的本分。我们最近在做最近一次有在上帝面前立约的，应该是小可，好，其他的都比小可还要年长一点。所谓的年长就是属灵年龄啊，哈，属灵的年纪稍微年长一点。好，就是第三个就是要尽心尽力服侍他，做信徒的本分。好，那我们领受了这个呼召，我们开始做信徒了，做耶稣的门徒了。那我们在服侍的过程，请问你们是越服侍越觉得非常的光彩，还是像耶利米这样子，越服侍头就越抬不起来，越服侍就越没力，整个愁云惨雾啊！我的服侍看不到任何一点的果效，而且越来越惨。但是好消息是，上帝比我们还要认识我们自己，所以上帝对耶利米说，我们再回到经文那一页，第4、第5节的经文。第4、第5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第4、第5就好了。好，请。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好，上帝在耶利米还没有造在母腹，还没怀孕之前呢，他就已经认识耶利米了。这个认识绝对不是肤浅表面的，不是我们要求职找工作要写那个履历自传，或者是学生要升学写什么学习历程档案，好要去送检这样子。上帝对我们的认识绝对不是停留在我们的学经历，我们一个很表面的认识，而是在我们都还没有察觉我们自己内心状态的时候，上帝就知道我们的心怀意念，上帝就知道我们会怎么回应。我们从出埃及记就可以知道，出埃及记里有一句有说，上帝使法老的心硬，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有的人会认为那法老很衰就是上帝让他的心意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心意，其实不是这样子解释的。意思是法老的刚硬不是上帝造成的，而是上帝确实认识这个法老，他就是心硬。所以呢，上帝只是顺水推舟而已，他使用了法老的心硬来成就他要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
上帝把摩西从万人当中分别出来，派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如今呢，上帝将耶利米从犹大所有的人里面分别出来，派他做列国的先知。上帝的拣选与呼召绝对不是突然想到的，好像突发奇想这样子，不是的，而是上帝确实的彻头彻尾的认识这个人，甚至包括跟他相关的一切人事物，上帝都知道。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一位基督徒，甚至让我们更进一步的担任教会的某些职分。比如说，上帝呼召从平信徒里面呼召我成为牧师，呼召你们有些人成为长老，成为执事，成为团契会长、辅导、干部、同工等等等等。上帝呼召的背后都有对我们深刻的认识。我们不用跟上帝写自传，我们更不用担心这个自传的内容会不会。我想我们在写自传的时候都会学经历啊，什么都是想到什么通通给它写上去，很怕自己的内容乏善可陈，很怕自己的学经历很空洞，说不出个什么所以然这样子。我们不用，因为上帝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自己，他知道我们的性情，知道我们的底线在哪里，他也知道我们可以被扩张到什么样子的地步，他可以知道我们的天花板在哪里。但我们往往会像耶利米，很多时候我们被上帝呼召，我们会像耶利米，对于那些未知的，很多人还没有受洗成为基督徒，就是对于那种未知我成为基督徒以后会不会怎样，是不是要怎样怎样，就会开始烦恼很多事情。当上帝呼召我们担任某些职务的时候呢，我们又怕，是不是我万一变得骄傲，或者是有一些冒进，很冲动，像那个大卫的3个勇士这么的冲动冒进，然后被那么多人看到了，那这样我不是很丢脸吗？会不会想说，我有很多的自卑、胆怯，对许许多多未来的不确定，然后我做了这个事情，我会不会让我的一些生活状态失去平衡等等的？我们对于未知的事情会产生许多的疑惑跟胆怯。耶利米也是如此，所以耶利米会说什么？耶利米说第6节，他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其实，在原文他还有一边叹气，就是有点类似这样，上帝啊，你把帮忙，我还这么年轻，这么没有资历，你这样选我，你有没有搞错？可能有一点这样子的意味，有点这样子的怀疑。这样子的怀疑，其实上帝在动工的时候，魔鬼也在动工。耶利米会这样说，其实先知以赛亚也曾经这样说。当上帝呼召先知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说：“我是嘴唇不干净的人，我常常说一些垃圾话，然后我又住在这一些常常讲一些八卦的人的百姓中啊！上帝，你不要选我啊！我这个嘴我这个嘴巴真的是一点见证都没有，千万不要选我。”摩西也是一样啊。上帝选摩西的时候，摩西说什么？我是拙口笨舌的，我就是含蛮恭维，我不会讲话，所以你不要选我。在创世纪的第3章，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个经文，在第3章有一条蛇引诱夏娃去跟亚当说：“那一棵树上的果子看起来很好吃哦，来去吃吧。”但是那个果子是上帝禁止的。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当上帝在呼召我们的时候，首先当上帝动工的时候，魔鬼撒旦在做什么事呢？魔鬼撒旦也会在我们的心中撒下怀疑的种子，就像他在夏娃的心中撒下一个怀疑的种子。怀疑什么呢？上帝真的这么说吗？好啦，就算上帝真的有这么说，但是有这么严重吗？上帝真的会这么做吗？上帝真的会惩罚我们吗？耶利米说他自己还年轻，资历尚浅，难以担当重任。确实啦，在上帝的话临到耶利米的时候，刚才还有大家对那个图还有印象，耶利米他大概也约莫20岁，那当时的约西亚王才21岁，一个年轻人王正励精图治、奋发的要做宗教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要冲一波的时候，
难道不应该配一个稍微经验老练的人来搭配，成为他的帮助吗？啊，怎么会找我这个才20岁？我比他还年轻呢。这个约西亚王，他至少他8岁都当王了，我算什么？好，上帝有没有弄错啊？你有没有弄错？我们的人性哦，我们的人性往往会让我们先省察、判断，先看我们自己的条件如何，因为我们都不想丢脸，我们都不想在人前就是没面子。所以我们都总是想在准备好的时候才去做一些什么事。人性让我们往往总是先看自己的条件，而不是仰望上帝。人性让我们总是很本能的先评估各种现况，而不是选择无条件的相信上帝的大能。也因此，我们好像常常会只想挑轻松的事做，或者在我们各种理智的判断下，对那些比较麻烦的事情，我们能闪就闪，能躲就躲。我们在人性的基础上，我们从小一直历练，不管在学校的学习，还是社会上的历练，我们所累积的这些智慧跟经验，让我们懂得如何避重就轻，让我们懂得如何选择一条 CP 值更好、更高的道路。但上帝救赎的计划却不是如此。上帝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学习单单的仰望他，而不是依靠我们从世界所得来的这一切。不要让我们像约雅敬，哇，看到埃及的大腿可以抱，赶快猛抱啊，赶快送礼物啊，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啊，只要你保护我的安全。我们的保护费，我们的真正能保护我们的人到底是谁啊？真正能保护我们的到底是谁？真正能给我们力量突破万难、飞越任何艰难险阻的到底是谁？上帝借由这个世界锻炼我们，我们就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就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上帝透过这个世界训练我们、锻炼我们，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时时警醒自己。警醒什么？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是耶稣的门徒。我们常常就好像我们不想出去外面，好像给父母丢脸，给谁丢脸，或者是老公老婆一起出去的时候，彼此之间，牧师曾经听过一个话，就说啊，我带我的老婆出去，我老婆非常的，就是带得出场，我很有面子。好，有一些戏剧都是这样演嘛。那我们呢？我们出门在外，我们也不想给上帝丢脸，下夜秉烛啊，我们也不想给上帝丢脸啊。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就要时时警醒，让我们的心要不断的从这个世界转向上帝。刚才的那个价值观其实是有点错误的。我们不想丢脸，可是上帝也不要我们骄傲，上帝要我们很心灵诚实的敬拜，呈现我们最真实的那个样貌。否则，我们的心如果跟着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走的时候，赚得全世界又赔上自己的性命，那有什么益处呢？因此，上帝认识耶利米说：“你不用管那一些表面上的东西，你不用管你是不是年轻没资历，你也不要管你是不是还没有准备好，你都不要管，你也不要管你的条件如何。今天我选你，我就会负责到底。”上帝爱耶利米，他也爱凡属他的人。于是上帝就接着说第7节、第8节，我们看下一页的经文。第7节、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第8节我们再来读一次，请。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虽然魔鬼撒旦他在耶利米心中撒下了那个怀疑的种子，但是这个种子到底能不能生根发芽，取决于耶利米跟上帝的关系，取决于耶利米对于上帝的态度。
如果我们能常在上帝面前祷告敬拜，在基督里谨慎自己的言行，那这个怀疑的种子其实很快就会被风吹走了，一吹就走了。相反，如果我们持续的怀疑，那个怀疑我们持续的让自己心里的那个恐惧、那个疑惑不断放大的时候，那个种子就会慢慢的生根、发芽、茁壮。耶利米他就是如此，因为他跟上帝的关系很好，上帝的话马上就否决了，也把那一颗种子、怀疑的种子给挪掉了。以至于上帝的话让耶利米不再对自己怀疑，也不再对上帝怀疑。上帝给这位年轻资历尚浅的耶利米壮胆说：“你不要怕他们，你不要怕那一些事情，你不要怕那个约雅敬如何，你也不要怕说约西亚在改革的时候台面下那些肮脏事情，你不要怕，你不要管，你也不要管埃及如何，巴比伦如何，你不要管，你就忠心的、专心的。”定睛在我的身上，我告诉你说什么，你就去说什么；我告诉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这样就对了。上帝当初如何跟约书亚同在，说你要刚强壮胆，如今他也跟耶利米同在。那么现在以马内利的耶稣基督，更是常常的与我们同在。这是上帝的应许。接着上帝又说要拯救你，不只是要与你同在，还要拯救你，他要拯救耶利米。原来上帝呼召一个人，不是要把我们当成廉价劳工的来压榨使用我们，不是的，是要拯救我们。上帝呼召我们是要拯救我们。上帝透过呼召，让我们得以因着我们这样子的身份，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从刚才就有讲了，我们要脱离这世界的价值观，我们不跟着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沉沦，我们不要再只看表面上的东西。我们不要只看表面上的东西，我们会慢慢懂得如何谦卑谨慎的跟上帝同行。我们会慢慢知道我们在上帝眼中的价值，我们会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是个有价值的人。这个价值不是来自这世界给我们的肯定，而是来自于上帝给我们的肯定。因为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总是扭曲的。第9节、第10节，紧接着，于是耶和华他就伸手按住耶利米的口，对耶利米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我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跟栽植。”当上帝按手在耶利米的口中，赐他有服事的能力，也赐给他当说的话。如今上帝赐下圣灵保惠师，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从我们受洗的那时候就开始了。在约翰福音14章说，借着真理的圣灵，他会把我们所当行的一切事教导我们，他会把我们所需要的都供给我们，也会把那些超乎人所能想象的平安赐给我们，使我们的心中不再充满惧怕跟胆怯。上帝给耶利米的也是这样子，在那个非常凄惨的，从约西亚、约雅敬到西底家，那么凄惨的一个整个大时代的背景，整个时代有平安吗？整个大环境一点平安都没有。可是为什么耶利米他仍然能够坚定在这个时代里面，成为上帝的器皿，成为上帝的仆人？因为在他的心里有平安，那个平安是上帝与他同在的平安。那个平安是他知道他必须要活出该有的样式，活出该有的价值。那我们之所以能有信心、盼望跟勇气，我们借着服事能够活出一个新生命的样式，都在于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得以在不断服事的过程当中，其实在我们服事的，刚才牧师有讲，上帝在动工，魔鬼也在动工。在我们服事的过程当中，常常会碰到一些很不舒服的事情。那个不舒服，反过来想，我们为什么会不舒服呢？是因为我们的骄傲吗？因为我们的自尊吗？是因为我们的限制吗？或许都是。
但是在我们服侍的过程当中，只要我们单单的倚靠主，仰望他，就能把我们那一些魔鬼撒旦撒在我们心里的那一些怀疑的种子、骄傲的种子、论断人的种子，许许多多不合神心意的那些东西，通通给它拔掉、拆毁。我们要拔掉、拆毁的是我们生命当中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东西，当然也是我们信仰群体里面许许多多不合神心意的东西。那些东西也可能来自我们原生家庭。我们的原生家庭如果让我们非常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患难，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是自卑的，是没有自信的。但是那些东西也是上帝要把你拔除的。上帝的爱会充满你，上帝的他会把他的盼望、他的平安浇灌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才可能有个新生命的样式。今天如果我们不服侍，我们只是做一个很轻松的基督徒，就是只是来做个礼拜而已，我们就很难去发现我们生命当中原来还有这么多事情是需要被拆毁、毁坏、倾覆的。纵观先知耶利米领受呼召的整个过程，上帝并没有在相对稳定的环境当中呼召他。正如上帝不会在我们生命状态最好的时候，或是整个大环境最好的时候呼召我们，不一定。也没有在我们自己认为准备好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自己觉得有资格的时候，上帝才呼召我们，不一定。上帝的拣选跟呼召是避无可避的，那是他的主权，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要用正确的态度跟决心来回应上帝的呼召。下个主日我们就要进行长职改选。在一般世界的观念里面是什么呢？当我们投履历的时候，这个人履历不错哦，好，这个人来面谈，好，一开始寄履历嘛，然后再来是面谈，面谈以后，OK 哦，一个我们从好多份的履历当中被选出来，然后呢，从好多的面试当中又被选出来，然后我们可以拿到公司的 offer， 然后我们可以进去。一般世界的价值观是这样子的，就是有被录取的人或当选的人才是上帝看重的，才是公司很好看重的，以至于让我们在教会里面面对选举的时候，我们也会认为当选是上帝的拣选跟呼召。这样讲起来好像没有错嘛，但是不要忘记哦，没有当选，即便你没有当选，也是呼召啊。没有当选也是一个呼召。牧师举个例子，前阵子牧师买了一包9层塔，我打算，然后看到9层塔嘛，就觉得想到蛤蜊炒9层塔很好吃吧？好，我就想说买包9层塔回去炒蛤蜊。可是真的要炒的时候呢，我就稍微有点想到了什么呢？我想到我还有鸡蛋，好，想说保留一点9层塔呢，过几天可以炒9层塔炒蛋这样子。所以我就从那一包9层塔里面呢，我只抓了一把出来。这一把9层塔是我在当时被我选出来要来炒蛤蜊的，被留下的那些9层塔呢，继续放回冷藏室，然后过几天我要炒蛋。但是那些9层塔不知道我要炒蛋啊，那些9层塔可能想说，我也想炒蛤蜊啊，我也想配蛤蜊啊，蛤蜊炒9层塔跟9层塔炒蛋哪一个比较贵？蛤蜊炒蛋比较贵嘛，比较有价值嘛，比较有卖相嘛，好，卖相也很好，价值也很好。或许有人讲这样还是不公平啊，那些9层塔炒蛤蜊，我也要炒蛤蜊，比较有价值。炒蛋啊，一般般啊，那种平民食物，好之类的。问题来了，在我们家是要带便当的，蛤蜊。大家有带过便当的经验的话，有带过蛤蜊便当吗？便当里会有蛤蜊出现吗？几乎不会嘛。好，但是蛋常常出现在便当里吧。好，所以呢，蛤蜊炒9层塔跟
蛋炒九层塔，在我们家，在我的观念里面，在我的需求里面，谁的价值比较好？但是吃蛤蜊的时候还是蛮开心的啦，哈，意思是没有办法比较。吃蛤蜊有吃蛤蜊，九层塔配蛤蜊有配蛤蜊的幸福，炒蛋有炒蛋的需要，然后隔天呢，小孩子打开便当，哇，好幸福哦，那是另外一种幸福，没有办法比较。九层塔不管是拿来配蛤蜊还是配蛋，没有办法比较。隶属于祭司家族的耶利米，耶利米他本身也是祭司，他是在祭司的家族长大。隶属于祭司家族的耶利米被上帝拣选为先知，那其他没有被选的祭司呢，就不如他吗？没有啊，他们还是有他们继续原本要做的事情啊，他们还是有原本的职责跟位置啊。如果那些祭司生气说：“上帝为什么选他？耶利米这么年轻啊，也不怎么样啊，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呢？为什么上帝为什么是选这个人，不是选我？我比他优秀多了，我比他能言善道多了，或者是我比他更会诗情啊、弹贝斯啊等等之类的。这些专业技能，我比耶利米好多了。为什么上帝就选他不选我？”那一些隶属于祭司家族的祭司们，没有被选为先知的祭司们，他们会怎么想？会怎么回应？不知道，圣经没有讲。但是，我想这个答案已经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应该要怎么回应？不论我们是当选、被拣选，还是没有当选、没有被特别的拣选。我们是否会继续忠心于上帝交付给我们手中的工作？这是我们自己要跟上帝祷告回应的。在上帝的国度，每一位基督徒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就好像心如啊，他之前在弹 keyboard， 可是他现在要照顾孩子。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阶段性的任务。我们要知道，上帝比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上帝比我们自己更知道我们未来会碰到什么事情，所以他会来决定，他什么时候要拣选我们，什么时候要把我们先休息一下，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时候要休息，自有上帝的安排，因为上帝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问题在于我们愿不愿意顺服，我们愿不愿意顺服。愿我们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自己的心，不论选举结果如何，不论你是否有当选，不论你支持的人是不是有当选，我们都要能一起在上帝面前立定心志，要继续的与神同行，为自己、为教会，我们要不断的进行拔出、拆毁，然后要重新的栽植。建造在耶稣基督的这个磐石上，我们要继续的做我们上帝所交付我们手中的工，不要因为当选志得意满，然后就骄傲；也不要因为落选，就好像觉得自己没有被看重。在上帝的眼里，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我们每一个都是宝贵的器皿，我们每一个都是宝贵的器皿。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在呼召我之处。主温柔的圣灵，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主慈爱的真理，主慈爱的真理，你荣
光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我们在这条呼召的道路上，或许不这么容易，但是主如何与耶利米同在，他也必与我们同在。主慈爱的真理，他的荣光必时时刻刻照亮我们的心。主慈爱的真理，你荣光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我行走的时候，在我行走时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地献上敬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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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门徒。虽然成为你的门徒，我们需要经历许许多多的拔出、拆毁、毁坏，很多时候让我们痛苦，很多时候让我们流泪。但是主，我们知道这是你炼净我们生命的一个过程，这是你看我们为宝贵的一个过程。主，不论这条呼召的路是多么的难走，是多么的艰难，主，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立定心志的在跟你说，主啊，无论如何，无论未来如何，我们还是定义的要跟随你。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扶持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歌，哈利路亚。主，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救恩，你的话语是我生命的救恩，你的双手扶持软弱，使我刚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是我们永活的见证。哦，哈利路亚！你是信，是公义救主，哈利路亚！
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哈利路亚！你是信是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恩典之路。华语礼拜到这边结束，会后我们可以互相交谊请安，楼下有爱餐，3杯鸡。